南无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Gatha Desadadi Sadang Yasaba Bang Gadang Gammang Kusalena Bitiyati Somang Logang Papa Sedi Apa Mutwa Jantima. Stanza number 173. He who by good deeds covers the evil he has done, illuminates this world like the moon, freed from clouds. 173. 以善業征服自己過去惡業的人，必能以導致成就照耀世間，如無雲遮蓋的月亮一樣。173. 以善業征服自己過去惡業的人，必能以道智成就照耀世間，如無雲遮蓋的月亮一樣。Sijek Gatan Dunjutun Sumba Kangshik Gewe Lekini Ngunche Dignam Gepate Jiten Silwar Chepate Dawa Dinle Chorwashin。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但願一切眾生都快樂，願他們細心聆聽我說。因此一切眾生請諦聽，應向眾人類散播慈愛。他們日夜來供養你們，故應精勤地保護他們。無論在這世間或其他世間的任何財寶，或在天界的任何殊勝珠寶，都沒有和如來佛同等的。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寧靜的釋迦牟尼，以徹悟滅盡離欲不死與殊勝，沒有任何東西能和法同等。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至上佛所讚歎的清淨，被稱為無間隔的，找不到和此同等的東西。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具得這讚歎的8種人組成4相，他們這些應供者是如來的弟子，布施給他們會帶來大果報。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以穩固的心透徹地修行，在喬達摩佛的教法裏不再有貪欲。他們以正應正之法進入了不死，他們輕易地享受所證悟的寧靜。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正如心智地裏的柱子不能被四風動搖，我說已經切見聖體的善士也是如此。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清楚地觀照由擁有深奧智慧者善巧教導之聖體的人，無論他們多麼放逸，也不會有第8次投生。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對於正德之見者，有3法已被他斷除，即身見2，如果他有的戒禁取見。他已完全解脫了4惡道，絕對不會做6種大惡。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無論他透過身或口或耳所做的任何惡業，他都不會伏藏。他所謂見道者，絕不會這麼做。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佛陀所教導向涅槃帶來最高等利益的至上法，就像夏天第1個月的樹林盛開着花。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至上者之至上者給予至上者帶來至上者教導無比至上法，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舊的已滅，新的不再生起，他們的心不執着未來生，有的種子已滅，他們不再生起對生命的慾望。
那些智者像燈滅那樣熄滅，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如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佛，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法，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真，願得安樂。